花莲因为风太小，欠瓦近开始咧透大风，而且最近雨阁落了较少。伫咧立雾溪、花莲溪出海口风背线是用甲真严重，周边真侪地区嘛拢茫茫，甚至佫恐惊去影响到交通的安全。 赛车经过花莲北区秀林乡立雾溪大桥，规片看起已经雾雾。溪埔的沙石啊，因为受到风太外围环流的影响，透风是规个架起来。附近包括新城乡、富社村、可乐村等等的所在是规个风背营业。不算公所一直派出野水车，不过空中的营业只要无落雨，就要是真严重。河床的沙都把它卷起来，你看，带到整个新田社区。 7点多就出来撒了。它这边的情况有多严重？蛮严重的嘞，第五溪那个风吹上都会那个飘到那水里来。风背营业伫花莲溪出海口嘛是真热烈，为花莲大桥向海边啊看去，嘛是规片雾茫茫。根据花莲气象站的资料，秀林新城观测站测试早起8点至9点，上大的阵风是7级，花莲市9级。 提醒花莲北区秀林乡、新城乡、花莲市吉安乡、甲寿丰乡的民众要注意。 最近大概都没有下到雨，然后目前台风来的时候也没有下到雨，所以风速比较大的时候啊，然后风向也刚好配合的时候啊，那些细沙就会卷起来。那基本上那个就是俗称的风吹沙啦。气象站提醒，有呼吸道疾病的民众都要避免出门，营业都要等大雨了后才会较消透。不过小犬风台带来的雨量，恐惊嘛是真惊人。估计山区恐惊有到800米里至1100米里的雨量。 提醒地势较低、甲山区的民众都要注意。记者综合报道。